送神，轻松幽默的投竞战队辛酸血泪。欢喜就大颁奖，不过Toys安怎嘛想袂到，后一秒会互通神每个变鬼。贩毒就要公开接受审判好吗？你来这边干嘛？丢人丢死人啊你！你贩毒！通神伫台顶直接变面抢 Toys， 更加批评主办单位。通神的看手更加是带囡仔直接离开，场面是真难叫。整人吗？这是一个整人的奖项吗？这是一个整人的活动吗？好了啦，做效果。2023成功电竞颁奖典礼，伫早暗邀请到前电动选手 Toys 来颁奖，爆发着意外插曲。过去 Toys 伫2021年被大麻封判4年2个月以外，各项限制出境。如今决定上教育部体育署和中华奥会为伊指定电竞事务委办的电竞颁奖典礼。那通神是真俩讲，当然民众嘛真不满。媒体的网友伫官方网站爆话，批评成功电竞的颁奖典礼支持食毒的人。对这件代志，官方是回应讲，颁奖典礼目的是想要表扬伫电竞领域有贡献甲有影响力的人。对于入围的人，也有得奖的人个人的其他经历，并无列入伊资格审查范围，也毋过坚决反对任何人去吸毒品。同款红美加变过的教育部是强调活动由电竞协会自主规划，活动也无列入伊向体育署申请补助的年度工作计划。虽然发表声明，不过民众也是真无满意，讲教育部敢若想要切断关系。不过对这条风波，Toys 甲通神拢也未做出回应。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